咁咪就好，嗯好，开始。咁就开始啦吼。好，对，第182该无书伫河尾泡大埔去升炮台学校。波，炮台泡波，大埔，好，河尾泡大埔，诶，好，河尾泡大埔去升学校。嗯，开学的时有诶，英国领事甲10外个外国人，中国的官替替是提读提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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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提督。哦，所以讲这个应该是第7条，不是第3条吼。提督本条应该是第5条啦。本条第5条，嘿，好好，我来画一个，应该是第5条。好，提督孙开花，嗯哼，孙开花，台北府甲较水的官十较水，外个，较水的官，较水的官十外个来庆贺。嗯，因有带烟火花干庆放真多。迄个花干庆，敢是放年会的物件，放年会的家时，我唔知，花干庆，我唔听起来知啥物叫花真干情咧，毋知知对诶。看卖花干庆，淡薄仔趣味。用想诶来，我知影可能是啥物啦，但是是毋是安尼我毋知，因为表示讲你放诶时阵，因敢若花干会开花安尼。嘿嘿嘿啊嘿啊，嘿啊，想起来是真古锥，我无找着，我看 Google 敢有即个物件。无即个，花花干，嘿啊，里底无收花干，即个词，花干情，花干庆。无收，毋知。想我看卖敢有白法度找着花干庆，花干庆。嗯嗯，敢若嘛是 Google 嘛是找无。好，好，先继续后壁好。花干庆放真多。后尾鸡，后尾鸡啊，八是毋捌听见请放遐多，所以几若百人来看，也有教会对侪所在来。迄个园真正是闹热。了解意思。该无书做主理，做主理有请外国人甲官府演算。孙开花讲伊真欢喜伫台湾细细的海岛。细细海岛有即款的学堂。原来是叫做学堂。好，有即款的学堂是中国第一水的。有侪外国人甲官府以及百姓三甲自集来庆贺。迄日17个学生入学，有得到圣神圣神印刷。银带，所以讲伊即个敢是印毋着印声调，应该是第2声啦，应该是第2声，伊写对第3声着毋写毋对，对去啦。我来记一下，应该是第2声吼。
歹势我记者，迎川，都想讲第3条，就甲进前听音无共，好，来换一个，好，迎川。得到圣神的引带，大家人有读到出业做传道，了解意思。国仔，敢是国仔？国仔哦，国仔啊，了解。国仔，单添贵，单班有做工到透尾，敢是做工到透尾？但好假牺牲，这是啥物声调？我看无清楚。应该是假牺牲吧？假人名系啊，看起来，系啊，看起来像第3条假牺牲。对啦嘛，唔知。系啊，即阵要咧做工，所以讲即后壁即几句讲的迄个做工，敢是读册的意思？做工。伫基督教会内底讲做工是做上帝的工，就是做传教的工。哦，做传教的意思，哦，了解。所以讲头一句迄个有做工到尾，敢就是传道到死的意思。是。哦，好，也是传教到退休安尼。嘿，对。好，安尼了解。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伫1882，该牧师伫河尾炮台堡起神学校，开学的时有英国领事甲10外个外国人，中国的官提督孙开花，台北府甲较细官10外个来庆贺，因有带烟火干枪放真多。河尾街仔百姓毋捌听见，枪放遐多，所以几若百人来看，也有教会对侪所在来，迄个真正是热闹。哦，伊写迄个哦，你有看到这种讲法吼？迄个就是迄个那个 evening 吼，that evening 吼。迄个安尼吼，迄个迄个是量词，毋是下诶。哦，是哦，毋过伊定定诶迄个声调标毋对去，毋过我就想讲，敢是应该下所以我认为伊是写迄个，伊即个是就是指迄个 evening。哦，好。查一来即个高高即个字。嘿。HNG。嘿。哦，嘿啊，有即个意思，嘿啊。早昏下昏。OK，好，咱继续。迄个真正是闹热。该牧师做主理，有请外国人甲官府演说。孙开花讲伊真欢喜，伫台湾细的海岛有即款的学堂，是中国第一水的，有侪第一水的，有侪外国人甲官府以及百姓三甲组织来庆贺，本来是组织啦，我会惯是讲组织来庆贺安尼。嘿。迄日17个学生入学，有得到圣神引带，逐个人有读到出业做传道，高才但添贵，但慢，
我感觉即寡有嗯，跳毋对啊，因为读来怪怪。有做工到尾，但好过牺牲，即阵还伫做工。嗯，好，咁咪讲即寡到嘿，透尾是毋是即寡人已经无伫啊？我咧想可能是。会啊，嗯，好，继好，续。继续好，第183个招2个学生，就是严中甲郭医师有读到出业去做团队。好，弟弟，你干嘛来读一遍？第183阁招2个学生，就是严章甲郭医师，有读到出业去做团队。好，后一段吼，第18484，到184，嘿，到185嗯年，185年，嗯嗯嗯嗯，各招17个学生，13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下下届偌哈？下届偌？嗯，敢是人名？下对对对，后壁届偌？写的人名。哦，偏红莲、张立新、李任水有团道理到透尾，好，了解。好，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？第184、185，咱这本子是1923嘛吼，对啊。嗯184、185，甲1923，差不多40年。即寡人遮少岁哦。嘿嘿伊若讲，比如讲出嫁迄当中20岁，佫40年，毋嘿才60岁尔。嘿，只是要是讲这个休，透，系啊，要是这个透尾是讲团退休啊是安怎？道到退，可能是吧，我毋知伊也无安尼讲，是咱是还毋知意思啊吼。看你就是系啊系啊，做到有做到正啦吼，做到最后安尼啦吼，可能是退休啦，无接近到接倒好是有怪怪。OK，伫184、185年，佫招17个学生，13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下届落偏互嗯联张日新、嗯李任水、有传道理到透尾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第186，敢是安尼186。186，186，哦，是第八声，好，第八条，186到187，各招12个学生，7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林三期有做到我咧想，尾，伊可能嘿，讲，就是即嗯，寡人内底有做到退休无专业诶，就对啦。有诶可能是做1、2年就佫无做啊。伊佫算有做到退休诶，可能就是敢若即个人安尼啦。我咧是想，其他的人可能有专可能就是业安尼，对对，就转读，就无佫继续做啊款。我咧想啦，无嘿啊，啥物敢若讲一个。嘿啊，真有可能，嗯嗯。好，继续吼，啊一第段。第哦，一百对对对，你要八六，下是，第嗯186到187，各招12个学生，7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第三期有做到透尾。嗯，好，第188到189，各招12个学生，
拢有读到出业做团队，詹新温，詹新温，詹新温，高路，高毋是高路，高路是啥物意思？高路，哦，对，第三条高路，嘿，高路是啥物意思？高路是做个退休吗？哦，是哦，我毋知，好，我毋知影查某哦，我好，以为是我来看啦，因为汉字就高路，是敢若即个可能嘛。嘿啊，啥物路？有无？高路，诶，嘿啊，来高路，看，敢有别个音？高高高路，真正无呢，高路，好，看来，大日大书店有收高路，诶，敢是？毋是，无迄个歌是 KO 安尼，嘿，第对，迄个，嘿，好了解。系安尼，毋过安尼意思就较讲会通，迄个故路。我想我伫个找台语看着有讲是大日大书店有收，但是大日大书店去查电脑无看。我看卖你是找注意台语上对。故，应该是音啦，伊个代理店收的音，你若是伫代理店后壁迄个用星号就找得着啊。故路，看代理店收的音是啥物？我知影，因为代理店收的时阵，伊有加迄个 slash，所以讲你若是想要用即个词找着，就爱 lo2/no2 才找得着结果。所以讲也不如用星号较嘿。路星号个后壁星号，个后壁星号，嘿，个后壁星号安尼啦吼。伊就有迄个结叫有一个个路，也是个路。退休，系啊，我就讲，因为是因为系统的关系，你若是想要找着结果，就爱有迄个 slash，拍完整，我相信是才会出现。我相信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伊音写了可能加一个点啦，加一个 O 点，应该无必要。系啊，好，58呀。哎，就我记一个哦。过路，好，了解。咱继续读吼。好，詹新温过路，即阵要伫咧，好。林清黑，要伫咧，好，要伫咧，即阵要伫咧，林清黑要咧做工，好。我你干嘛来读一遍？伫188到189，阁招11个学生，拢有读到出业做团队，三星温过路，即阵要伫咧，林清黑要伫做工，敢若讲两个，其他应该是其他拢有做到了就对啦，我咧想啦。系啊，有可能。团队做到一半啦，无做到了。所以即个良率无介悬吼。系啊，是即个职业无够，系啊，无够吸引，也是啥物？我理解啦，因为讲实在做团队做也是做书吼，较辛苦哟。辛苦，真正足辛苦啊！钱也无多，伫台湾啦吼，因这长老教会哦，即个牧师其实是就是讲权力无介大啊，工课
足侪咧食大鸭，薪水佫无介悬安尼。哦，真正是靠信用才有法度做落，无真正动袂。好是好，这段你敢读过啊？有读过，过来。好，着后壁迄段好，190到191，好，国招23个学生，20个读到处业做团队，辜负该民主李茂夫嫁春某有做工到头尾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当阵可能查某人无法度做团队，无法度做魔术的款。我看这名拢是大部分。好，第190到191，阁招23个学生，20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辜负该民主李茂夫嫁春某有做工到头尾。好，继续后一段。第192到193，国招18个学生，国招爱变调好，国招18个学生，15个读到出业做团队。好，但虽然你注定有做工到头尾。但青衣萧安基，好，我啲现字啊，萧安基，叫咧，要得做工，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好，第192到193，阁招18个学生，15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但虽然你注定有做工到头尾，但青衣萧安基，也得做工。好，继续后一段。好，第196，国招6个学生，6个学生，5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张阿妹即阵要得做工。好。第196，阁招6个学生，5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张阿妹即阵也得做工。好，第197，阁招24个学生，13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瓜安乐有做到头尾，林清这个咩梁吼，林清梁好，林清梁嫁水灵叶金木吴定峰林水柳吴昌李俊德，即阵要得做工，足侪人，这段你感觉读一遍？第197，阁招24个学生，13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瓜安乐有做到头尾，林清廉嫁水灵叶金木吴定峰林水柳吴昌李俊德，即阵也得做工。好，第198，阁招4个学生，3个读到出业做团队，
天机，即阵要咧做工。OK，伫1898，佮招4个学生，3个读到出业做传道，张天基即阵也伫做工。好，继续吼，下一段。好，伫1899，佮招23个学生，8个读到出业做传道，张金坡、单笔，即阵也伫做工。伫1899，佮招23个学生，8个读到出业。哇，这系啊，比例才低着吼。听较系啊系啊， round it 啊。系啊，出业做传道，张金坡、单笔，即阵也伫做工。歹势。袂，伫1900，敢是安尼读1900。是好，伫1900，佮招17个学生，8个读到出业做传道，但着有做工到头尾。伫1900，佮招17个学生，8个读到出业做传道，但着有做工到头尾。好，伫1901，佮招1902，好，伫1901，佮招11个学生，7个读到出业做传道，陆传天、李清烟，即个名较好听，李清烟，OK，对无？清烟，好，有做工到头尾，詹清刚，杜开立，要咧做工。好，读一遍。伫1901，佮招11个学生，7个读到出业做传道，陆传天。卢传天、李清恩有做工到头尾，詹清刚、杜开日也伫做工。好，后一段，伫1902，佮招15个学生，12个读到出业做传道，市景准，好，安尼吼，市景准有做工到头尾，计钟丹王吕阿家就安心，即阵要咧做工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一遍？伫1902，佮招15个学生，12个读到出业做传道。市景准有做工到头尾，计钟丹王吕阿家就安心，即阵也伫做工。好，继续。伫1903，佮招17个学生。是伫1903，佮招17个学生，8个读到出业，但用中谢春梅、刘阿修要伫做工。看起，所以讲看起来，伫迄个时代的确是有查某咧做传道吼，因为有迄个春梅。我毋知呢，但是即嘛是有啦，较早我毋知啦。即嘛有啦，即嘛我看因新学期毕业的学生，有诶已经查某人已经会当做传道，毋是做传道咧，会当做牧师啊，吼。你即嘛YouTube 早嘛，当看着讲像我长老会诶教会有诶是查某牧师咧做牧师。
好，但是伫即当阵我都毋知吼，这是100多年前的台湾吼，迄当阵男女对查某人有诶代志，确实袂使做吼，所以系啊，我介理解吼，迄当阵到底有，因为有女儿，我知影咱迄当咱即马，我袂记是毋是伫遮读着吼，有读着讲伫个淡水有设女儿，嘿，吼，所以即敢是寡。伫出世线读着诶？对对对吼，所以因是有女儿，有收查某囡仔咧读新学校，读嘿，迄算新学校吗？我知影是叫做女儿尔，毋是伊叫做啥物女儿，我袂记啊吼。啊，所以，当然我相信会教一寡神学啦，但是即寡人是毋是出业着做传道，我着无确定啦吼。查某囡仔我都较毋知。是，遐个早来去无得去问因教会人看知影。伫好，1903，我甲读一遍吼。伫1903，佫招17个学生，8个读到出业。陈英宗、谢春梅、刘阿修还伫做工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伫1904，个控诉，招哦，控诉，好，控伫诉嘛是会使啦。19是，他们个诉是迄个文应该咧音吼，讲吼，只能伫台啥是？湾惯系读文言音的读法。你若去是，东南亚吼，因迄个讲闽南话，也是讲福建话，因拢讲伫嘿，1904，因会安尼读，因会用白话音读。哦，报呵呵，电话上明显啦吼，报电话是比如讲，阮是973吼462，这是台湾人的报法。啊，嘿，是，因东南亚是讲973嗯， 462，哦，嘿，哦，一原来会安尼，嘿好，135，135，因会安尼讲啊，所以和咱的嗯，关系无共。无共好，了解。好，伫1904，嘿，各招7个学生，临官有读到出业，做工到头尾。嗯，哼，伫1904，佫招7个学生，临官有读到出业，一个尔1/7啦，做工到头尾。嗯，好，伫1905，伫各1905，一即个九伫9拢爱读19做本九调的9。分调9，好，伫1905招9个学生，9个学生，这是就免变调吼，招9个，几个，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拢安尼读啊，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啊，对啊，所以是安尼读啊。9个，好，招9个学生，一个有读到出，诶，这个就毋讲出业是主业。主业，出业嘿，出业做团队，OK，伫1905，佫招9个学生，一个有读到主业做团队。嗯，好，伫1908，好，伫1908，佫招5个学生，4个读到主业做团队，老阿辉还咧做工，嫁马西去外国留学。总算有一个无共诶。好，伫1908，佫招5个学生，4个读到主业做团队，老阿辉还伫做工，嫁马西去外国留学。拄则迄个头前有一个叫做啥物梅，嗯，萧春梅，嘿，萧春梅，敢是夏春梅？谢春梅，我咧想讲，这敢是查某人？毋知，哦我就感觉我就感觉哦，规个读落来，敢若拢无查某诶，敢若迄个是换敢若查某名，毋过我真嘿，怀疑是毋是查某诶。
好，对啊，嗯继续后一段是较好。第1909哦，1909，敢嗯是吼？一九是零九，国招9个学生，3个读到职业做团队，市春生要咧做工。伫1909，佮招9个学生，3个读到职业做团队，市春生还伫做工。嗯，好，继续。嗯，第哇1910，敢是安尼？是国招13个学生，8个读到职业做团队。坑坑有即个诗哦，坑坑，坑坑是嘿坑几个字啊？嘿啊坑，坑哎呀，坑应好嘿，该是空啦吼。我毋知咧早起，我无解清楚。淡薄仔好嘿，坑诶，伫开始你讲诶是嗯，坑，无毋对，对对，坑，好，哦好，好，坑清婆，单阿本，翁中平，单亏准，也是亏准，会准亏准，单亏准，啉酒，不是啉秋，啉秋，真心无，离水车，离水车，要得做工，嫁青年去内地国读。好，嗯，这个内地应该是讲日本日本吼，应嘿，对，该是因为一九一1910啊零嘿，嘿，嘿是，伫好，1910，佮招13个学生，8个读到职业做团队，康清图、陈阿本、洪洪宗庭、嗯陈辉俊、林嗯秋、曾新模、李水车，还伫做工，嫁青年去内地搁读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嗯第1912，国招4个学生，3个读到职业做团队，李军全要咧做工，伫1911，佮招4个学生，3个读到职业做团队，李君全还伫做工。嗯，第1912，国招8个学生，潘，潘，诶，等一下，潘为什么会遐尼侪字？潘达摩利，所以讲即个人的名有三个字，姓嗯，一个字，伊的全名。达摩利，潘达摩利吼，我咧摇这是毋是原住民？但是当阵原住民的名，嘿，也是拢会用汉名啊。嘿啊，好，先读过去，好啊。当然嘛有可能是潘达摩两利，个姓，嘿，两个姓吼。嘿，比如讲查某人读姓，有可能啊，我毋知，我无确定啦。潘达摩利，嘿，嘿大，啊，但是大这里潘大，有即个姓吗？我查者，大有即个好，姓吗嗯，？TANN 第二声大，嗯，嗯，无即个姓啊。嗯，安尼可能是伊真正伊的名有三字。嘿啊，达摩利，看麦，好，潘达摩利，嗯。好，好，这个人名潘达摩利，七春后，读到出业，即阵要咧做工。嗯，OK，好，来，
1912，佮招8个学生，攀打模拟，饲春服，读到出业读到出业，即阵还伫做工。好，1913，佮招4个学生，拢无出业。好1913，佮招4个学生，拢无出业。好，伫1914，升学校徙来台北，佮招21个学生，12个读到出业，做团队，做天王但大成，杨忠、潘文才、苏阿君、严宽怀，即阵还咧做工。伊讲即个徙来台北，就是咱定位讲徙到即个，即个迄到位啊，叫啥物所在？迄到位叫啥？相连。哦，是，嘿。我咧想，我咧用吼。伫1914，去附近。伫1914新学校徙来台北，佮招21个学生，12个读到出业做团队。做天王、陈来成、杨忠、潘文才、苏阿君、严宽怀，即阵也有伫做工。好，继续吼。后1915，迄是火气啊。对。伫1915，佮招林友学，林友学，乌三坎有读到出业，即阵还咧做工。伫1915，佮招林友学、乌三坎有读到出业，即阵还伫做工。好，伫1917，佮招2个学生无读到出业。伫1917，佮招2个学生无读到出业。伫1919，佮招5个学生还未出业。伫1919，佮招5个学生还未出业。伫点样讲？1920，佮招6个学生还未出业。伫1920，佮招6个学生还未出业。伫1921，佮招4个学生还未出业。伫1922，佮招4个学生还未出业。伫出业，系啊。伫1922，佮招2个学生。伫1922，佮招2个学生。伫1923，佮招7个学生。伫1923，佮招7个学生。哇，好！伫1882开学迄时，该牧师做校长啊，对，做校长严清华教圣经、联合教汉文。伫1882开学迄时，该牧师做校长严清华教圣经、联合教汉文。好，现时吴威廉博士做校长，教师上武，但是教师上武李龙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李龙是什么意思？上武应该是迄个名，毋过迄个李龙是，要不要来查一下？李龙，李龙，是，揣无？是毋是
李龙是伊的名，上武是乡里姓。哦，上武李龙，好，来看麦。上武二龙，嗯，二龙对啊，无即个字啊。对啊，上武李龙， SIONG 第七声武第二声上武，嘛无即个。对啊，上武李龙，上武汉里边啊写呢？嗯，上嘿，上就是，毋知。武李龙，我看麦，上武李龙，教师上武二龙。嗯，我看麦，我 Google 即个人，我看麦，就好闲吼，刚找着即个人，捌听过。上武李龙，哦，感觉是日本人的名。系啊系啊，你嘛有找李龙，着吼？李龙，一龙，二龙，这种是日本人的名嘛？上武哦，都是对女吼，性嘛？李龙二郎吼，系啊系啊，哦，这安尼，这有可能是日本人了。嗯，系啊，我看麦上武李龙哦，有找着一个，感觉就是我传一个 link 互你伫一个白话字文献，什么物故事找着即个，伊有全罗甲汉罗的版本，伊对照的，啊伫全罗的对照嘿，对照的，啊伫迄个汉字即个上武李龙，伊是伊的汉字写作上羽二郎。对对，安尼是日本人。嘿，好好，我来记一个，嘛是一个无书，破书，嗯嗯，嘿，看起来。即个台文，迄个文献，即个文伊嘛是有讲到，迄个时代有胡林人咧传道。胡林，嘛毋知影敢是讲传道互胡林人的意思。胡林好好，传道会社，现在因胡林传道会社，转日本基督教，日本基督教会联合胡林会长，以及胡林传道会社副社长。日本人来了后，开始有迄个查某传道的款，可能是啊。好，好，继续吼。我看后壁上武李龙呵，现时吴威廉博士做校长，教师上武李龙呵，陈清义继希胜大桥林泰龙该瑞良大川静李宗雄吴牧师娘，好，所以讲这几若人拢是教师的意思，吼。好，我来我睇。现时吴威廉博士做校长，教师上武二郎、陈清义、纪希胜、大桥林泰龙、该瑞廉、大川静、李宗雄、吴牧师娘。好，继续吼。好，未
见着未见着新学校以前，遮个人甲该无书读册做传道，严清华、吴宽如、林业、王中水、陈英辉、陈云婷、陈玲、蔡生、萧大纯、萧田、联合、陈俊心、陈朴、洪湖、李淑、姚勇、陈九、李炎、李强、刘浩。好。好，未见着神学院以前，遮个人甲该牧师读册做传道，兼清华、吴宽如、林杰、王中水、陈英辉、陈云婷、陈玲、蔡生、萧大纯、萧田、联合、陈俊心、陈朴、洪湖、李淑、姚勇、陈九、李炎、李强、老何。哇，好，今日找读到足侪人名。无咱好大家食啦，拄啊好，好，会较赞。好，系啊，拄好就是女学院吼，学院系啊，后摆拄好来读。淡水女学院啊吼。然后后摆是16号吼，后摆我爱请假一摆，因为后摆日我有一个活动爱出去迄个。系啊，朋友甲我有报名一个大场地的迄个导览，敢是安尼讲导览活动，真好真好。系啊，去看迄个看迄个历史甲建筑的迄款。就是大场地遐，我对台北上好印象就是伫即个位啊。大场地系啊，是啊，就去看卖。好，所以讲后礼拜爱请假一摆。好，安尼再刷来这个听你分享一下看啥物。系啊，有看到啥物？好，安尼大家就2礼拜后再见。好，多谢，再会。平安。安。